对，那是演过的。桥对台，应该是对台，就像桥的对台，就是这个这个不也就是说，婚姻的这种沟通，也就是说，以
谢谢主，常乐我进入内堂社会，常乐我进不是常识有通。其实都要靠一些学界，然后来把我们大厂发扬光大。所以我们讨论下来，就是说，我们除了在这边上课以外，要把到点向社会的每个角落，要让它生活化。这是我们这次的讨论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分组，第一组。各位学员，大家好，我是第一次上来，很高兴有机会站上台跟大家一起分享。那在今天的讲题是修道的好处。那我想从第3点开始讲，怎么跨出第一步体验修道的好处。我觉得在我修道的过程当中，我因为接触道场很多年，我觉得我自己真正第一次敞开心胸接触道场，是我接触道场已经12年以来，在22岁的时候才真正想要抛开内心的成见，接触道场，后来才会心口。所以我觉得，因为我以往有很多习惯不好，包括我以前的思想，还有